大家好，我是科切拉佛教中心的谢小金讲法师。那前阵子呢，跟大家分享了尊贵的占都古仁波切的生平传记承诺。那从今天开始呢，我会跟大家分享仁波切的其中一本著作，它主要是一本英文著作，书名叫《Why I Make Myself Unhappy》。那这本书呢，目前还没有中文版，所以呢，我会把书把书的内容呢，就一页一页的贴上去，那然后要用中文再跟大家解释。那希望大家能够就是如果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些看法的话，如果说觉得这样子的一个分享还可以的话，就告诉我；或者是如果大家有什么一些建议的话，那也告诉我。那书的第一章呢，就是给大家看一下，这是书的一个 OK。那这一本书的第一章呢，写的是 Actions Remain。那我会一段一段的，或者是分两段，根据内容的情况来念了一遍英文呢，再用中文跟大家解释。那这一个呢 ，Actions Remain 讲的其实就是所留下的是你的行为。那什么叫留下的是你的行为呢？那我们在这里跟大家念一念。You cannot recall every single thing that has ever happened to you from the time you were born. In fact, often when someone tells you something or reminds you about something from the past, you ask if it really happened. For example, when we were little children, we threw tantrum. We threw our bottles down, we screamed. We hit our mothers and fathers. At the time it was happening, it was so incredibly serious, but now it is all just a distant memory. Unfortunately, the bratty little kids that we were are not forgotten. When we grow up and we are temperamental, difficult, or angry all the time, our parents or people who know us will say, yes, they were like that as a child. 那中文呢的意思是说，你没有办法去回想从你出生之后所发生过的每一件事情。那事实上，在很多时候，当其他人告诉你过去曾经发生过的事，或让你记起过去的或过往的一些事情的时候，你就会对那些事情的发生存有这些疑问。那比如说，小时候当我们生气或愤怒的时候，我们会甩瓶子，我们会乱喊乱叫，我们对父亲或者母亲会拳打脚踢。那当时呢，整个事态是非常严重的，但那些事情对这一刻而言，它都只是很遥远的一个梦。那虽然如此呢，很不幸的，我们以往那一个很顽皮的小孩子的角色呢，从来就没有被人遗忘过。那所以当我们长大过后，当我们出现情绪波动或者闹别扭和生气的时候呢，那些我们的父母或者是认识我们的人就会说，是的，他们从小就是这种脾性。那我在这里先再念一段英文，然后再跟大家解释了中文，然后我们再继续讨论。With whatever we do, the experiences that we have will fade away and soon not matter anymore. By next week, you may not even remember what you are reading right now, or that you even read this book. This is not meant as an insult, but a simple illustration of the way our minds work. When you think about it, having any kind of experience, whether pleasant or unpleasant, is very much like watching a movie or play. If the actors and actresses are very good, they can make you cry, they can make you laugh, or they can make you feel anxious. You begin to relate to them as real. For example, you may watch an actress play the part of a nun, and her character is very holy, such as Audrey Hepburn in The Nun story. You see her as being this wonderful, holy nun in the movie. Then, you read in a gossip magazine that she's been divorced 4 times. You'll think to yourself, what kind of nun is that? It all feels so real. Why? Because our mind is totally immersed in a movie while you are watching it, and you relate everything you see with the actress. Eventually,
You understand that it is just a show and that the people who capture your attention so completely are just actors and actresses playing their parts. 那我在这里呢，再跟大家解释一下它的中文意思。那从第二、第三段开始呢，就是说，无论我们做过什么事情，无论我们做过什么事，那些曾经经历的事情呢，它最终都是会消逝的，那也很快的就会变得不再重要。那在下一个星期呢，你可能就会记不起你这一刻读过什么东西，你甚至也记不起你曾经读过这本书。这里呢，其实并没有侮辱你的意思，那只是很不幸的，这就是我们脑筋运作的方式。当你回想起那些事的时候，无论它是愉快或不愉快的经历，那仿佛都是像看一场电影或者演出。如果男演员和女演员演技是非常高超的，他的演出呢就会让你流泪，让你大笑，或者让你觉得迫不及待的想继续跟进。那随后呢，你就会开始将他们跟现实生活扯上关系。就好比说，你在观看一个女演员饰演一名非常神圣的一个修女，就比如在《修女传》中的奥黛丽·赫本，你看到她在戏中演的是一名完美而且圣洁的修女，然而你在八卦杂志上看到她已经离婚4次的新闻时，你就会开始问自己，那是怎么样的一个修女？还有一段。那究竟为什么那电影或者演出是那么的真实呢？那因为你在观看的时候就已经沉溺其中，而且你将所看到的一切跟女主角做联想，最终你最终会理解到那只不过是一场演出，而那一个让你看得目不转睛的人呢，完全就只是在演出自己所持的一个角色而已。那这里的从刚才到现在所讲的内容呢，它是这个样子的。他说，其实我们在过去很多事情，就人的记忆其实是很有限的。那过去呢，发生过很多事情，我们不管是记得，就是有些东西我们记得，那有些事情呢，它过去了，那它仿佛就像一场梦这样，你甚至不真的认为，或者是你怀疑它是否真的发生过或者存在过。那比如说，我们对我们小时候的一些记忆，我们小时候可能脾气很不好，常常有什么事情的话就会乱喊乱叫，对父母呢也会很态度恶劣，就是会拳打脚踢啦什么样的。那对当时的我们来说呢，这整个事情呢是很严重的，但是到了今天，当你回想起来的时候，那其实只不过是一个很遥远的一个梦。虽然如此，我们的记忆是企图，就是我们企图或者是我们不经意的就觉得那个记忆是很遥远了，但是别人的眼中呢，我们做过的事情，在别人眼中它还是历历在目的，大家都会记得。所以当你长大过后再重新再做出同样的一个举动的时候，你身边的朋友啊，你的父母啊，他们就会说，看他从小就是那个样子。所以做过的事情，这里要说的是，我们所做过的事情跟我们的记忆其实没有关系，因为我们的行为是留下来了。他讲，无论我们做过什么事情，那些事情呢，最终都是会消失的，也很快的，其实都不再重要了。其实就我们很多时候在小时候，比如说考试不及格啦，或者是被做错事情被发现啦，被打啦，我们都觉得那一刻仿佛是世界末日要来了，当时觉得是非常非常了不得的。但到了今天你回想起来的时候，那其实是什么都不是。那你甚至当别人提起，你甚至会说，哎，真的发生过这种事情吗？所以就比如说像今天我们在念这本书，那你听过了，你看过了，你可能在下个星期你就已经完全记不起了。所以不管是什么事情，愉快的或者是不愉快的，
它在我们记忆中呢，过了一段时间，其实就好像是一场电影。那怎么说呢？因为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大家应该都有这样子的一个经历。当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很真实。那我们常常因为电影的一些剧情的演变呢，我们大笑啦，我们会哭啦，我们会投入啦，我们会讨厌某一个角色啦，喜欢某个角色啦，所以这样才会有疯狂的粉丝这件事情。那就举这里书中举的一个例子，就是说，就比如说在一个很著名的一部戏《修女传》里面的那个女演员就是奥黛丽·赫本，她演的是一个很圣洁的修女。那当你在看戏的时候呢，你也会觉得她是非常非常圣洁的。那很自然的，你会把这个很圣洁的角色呢，就跟这一个女演员扯上关系了。所以，当你怎么说呢？当你回到现实生活中，你在看八卦杂志的时候，你就发现，哎，这位女演员其实已经离婚逝世了。那你就会觉得，哎，怎么了？这不是一个很圣洁的修女了吗？怎么可能会离婚逝世？所以，当然我们不说每一个人这个样子，但是有一些疯狂的粉丝的确这样。所以你常常看到有些粉丝因为某些演员啦，突然间跟某一个人在一起了，他们就出现疯狂啊，甚至自杀的。那就是他们把他们太投入去看待那个电影了。那这里要讲的其实并不是电影啦、生活啦这些，并不是这里，他主要讲的是，那为什么这个电影会那么真实？那么真实是因为你当时在看的时候，你是完全的投入了，所以你会把这个人跟这个角色跟这个演员扯在一起，但最后你会发现，这不过是一场演出，那一个人只不过在演出自己的一个角色而已。那同样的，他举这个例子，其实主要就是让我们明白，就是说很多东西其实感觉上，或者他可能就是一个角色而已。但是事实上呢，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所扮演的一个东西，其实你感觉上它是一个角色，当时你就很沉溺，但其实它不过是一场，它是一个梦。但是不管怎么样都好，所有的经历它是会过去的，它过去了。那些跟我们就是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念到那里了，讲太多了。已经覆盖了刚才的，虽然感觉非常真实，只不过是因为你沉溺。那我再继续念下接下去的英文的内容。Similarly, no matter how intense our life experiences are, each and every one of them will pass. Sometimes, even the people we had the good and bad experiences with will fade from our memory or disappear from our life. Think about relationships, friends, and people you have known for the past 10 years or even in the last year. Many of these people fade away from our lives. Even many of the people we have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often just become memories, sometimes not even that. But the actions we choose and how we behave towards these people do not become memories. These actions and their results are what will remain and live on. 所以呢说，无论我们的人生呢经历有多深刻，它每一个经历都会过去的。那些我们曾经共同有经历过的，不管是美好的或者是残酷的经历，就是有些时候它甚至会消失在梦里，或者从我们的生命中离去，就是那些人可能会从我们的生命中离去。那回想到10年前或者甚至1年前的一些感情关系和一些认识的朋友，那这些人当中还有多少个依然是在我们的生活中呢？那有些跟我们很关系密切的亲密的人呢，他现在往往只是一个回忆。那有些时候呢，他甚至连回忆都不是。那然而我们所选择的行为以及这些人的举动，它并不会成为过去，结果留下的是什么？留下的就是行为和结果，而且这些行为和结果呢，是会继续存在的。
Let's just say you are driving in heavy traffic and someone cuts into your lane. You immediately decide to aggressively chase after them. The actions of chasing after the guy who cut you off will end in a few minutes, but the thought and actions of wanting to get him or scare him and teach him a lesson will remain long after the chase has ended. When there are no immediate repercussions, you will express your anger in the same way or in some similar way again and again until it becomes a very serious problem. Each time you express your anger, you are reinforcing it, feeling familiar and getting comfortable with it, allowing it to become second nature. 那在这里呢，这个中文呢是这个样子的，就是说，假设当你困在车龙的时候，那有人将车子就架进你的车道里，你当时呢可能就会狂追那部车子，追上那一个，就想要追上那名司机。那这只不过这样子的一个举动呢，只不过是几分钟之内的事情。但是你想要追到他、恐吓他，甚至教训他的念头和行为呢，就却会在这整个追逐的这行为结束之后呢，依然长时间的存留下来。如果这件事情没有给你带来一个直接的一个后果或者是教训的话，你将来就会不停的重复用同样的方式，或者是其他类似的方式来表达你的愤怒。那甚至是你的行为呢，也会直到你的行为会导致严重的问题为止。所以每一次你在表现这样子的愤怒的时候，你就是在加强它，去强化它，你去熟悉它，并允许它成为你的第二个天性。那这里要说的是这个样子的，就是说，就延续刚才说的，我们所有的经历，不管是多么深刻都好，它最终它会从我们的记忆中消失。那过去的人呢，你过去的亲友啊，可能有些在你小时候已经往生了，那你想起来的时候，你知道有这个人存在过，你也知道你曾经跟他互动过，但回想起来的时候，那仿佛不是真实的，那就感觉就跟梦没有两样，甚至是自己曾经有些人，或者是说曾经深爱过的一些情人呢，分手过后，那感觉也是感觉好像是假的。所以我们回想起10年前的事情，我们常常会有这种感觉。那有一些人呢，都已经完全不在我们的生活中了，都已经成为回忆了。但是不管怎么样都好，我们当时的一种互动，我们当时所做的行为，和这些人对我们所做的事情，它其实不会成为过去的。留下来的是什么？留下来的是当时的行为和当时的结果，这些东西呢会继续存在。那举一个例子，就比如说，你曾经跟某一个人是很好的朋友啊，或者是情人，那在相处的过程中，你们有些互动，那有些可能你对他很好，那个人可能就辜负了你。他所做的事情，虽然现在回想起来他已经很遥远了，但是他当时对你造成的伤害是存在的。这样子的伤害会让你害怕再去接触另一个人。我们讲的是一个例子，那同样其实我们也可能不小心的去做了一些事情，去伤害了其他人。那我们自己本身可能已经忘记了，但是对于那个人来说呢，那个伤害是存在的，你甚至会影响他将来的每一个决定。所以在对方是这个样子，那是一个反应。那对我们来说呢，我们做了一件事情，如果不断这一次得逞了，那下次再做的话，它就会成为我们的第二天性。这个在下一段会谈到，就是说，他这里举的例子是说，比如说你在车龙中，这个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个场面。我们常常在城市里面，我们开车要上班啊，要去某些地方啊，赶时间的时候啊，就可能有一些人突然间就插队，
就跑进我们的车道里，挡住我们的去路，而且刻意的驾得很慢。那你当时在赶时间，我们就很愤怒，那你就想追上那部车子，你想超越那车子，你想怎么说呢？你想狂按喇叭，或者是你想去恐吓那名司机，你会很不高兴。甚至有些人会想教训他。这样子的一个念头，这样子的一个追逐行为，其实是很短而已，很短，几分钟之内，可能就是你把车开到对方的车子旁，你可能狂按一个喇叭，或者是抛一个怒眼给对方，或者是骂了几句出口，那这事情就结束了。但是你所做过的这件事情呢，它并不是就这样消失的，其实它会存在，它会留存下来的。留下来什么东西呢？是一种记忆，是一种熟悉。那所以在下一次，如果这一次对方没有给你教训的话，你没有遇到什么严重的后果的话，那你在下一次遇到同样的情况的时候，你依然就会以同样的一种行为或者方式来表现。那所以当你一次又一次在用同样的方式来表现这样子的行为的时候，你其实是不断的在让自己对这样子的一种表现熟悉，而且你在强化它甚至逐渐的就会变成你的第二天性。好，那接下去我们再继续念一下这些英文的内容。Okay. In another instance, you may have had a negative experience with a friend or a colleague. Once the experience is over, the person is out of your life, and perhaps you never talk to them or see them ever again. The experience you have had with that person is over, but the actions you have done towards that person are not. Whenever you say or do something negative or something that is hurtful or damaging to another person, it translates into karma, and that karma will remain and continue to live on. And do you know what's horrible about karma? First of all, it multiplies daily, and secondly, it comes right back to you. Whatever you choose to do with people and how we behave towards them, our parents, our girlfriends and boyfriends, our friends, or maybe even that guy or girl we fancy for the moment, the actual experiences will pass, and when they do, we hardly ever remember them. However, the actions we choose to take in response to those experiences will remain, and there is that corresponding karma to deal with. 那这里呢，就是说，这是另一个例子，就是说，你或许会跟你的朋友或者同事有过不愉快的经历。那当那一件事情过去后呢，你可能就不再跟他们交谈或者是碰面，而他们呢，也就这样的从你的生活中消失了。那你跟某个人的不愉快的经历算是过去了，但是你怎么对待他们呢？这些行为却依然是存在的。那因此，当你对别人说出一些或做出一些负面的一些言语或举动的时候呢，你或者对别人做出一些伤害性和毁灭性的行为的时候，你的行为就会转变成业力。那业力会留下来，而且继续存在。那在书里面就是说，你知道业力最让人害怕的是什么吗？第一个，它会随着日子是倍增的；第二个，它会冲着你而来。那我们选择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对待其他人，包括我们的父母、我们的情人或朋友，或者那个我们当下曾经喜欢过的男人或者女人，那些真实的经历呢，它是会过去的。那而且我们也很难会再去记起来。但是然而我们回应那些经历的行为是会留下来的，而我们呢也必须去面对这些行为所产生的一种相应对的一个业力。这里呢就是说，同样就是说，在我们曾经跟朋友有一些不愉快的经历，而且发生了这种事情过后，你可能再也不碰面的。他们可能就这样子从此从你的生活中消失，但是我们怎么对待他们呢？这些行为是依然是存在的。你曾经说过的话，你伤人的话，你伤人的行为或者举动，他用什么东西留下来呢？这里就揭晓了整件事情。留下来的
为什么说留下来的行为，这跟佛法有什么关系？那其实因为我们所做过的，不管我们想过的念头，我们说过的话，或者是我们做过的行为，它其实都会变成一个业力。我们常常讲身语意嘛，身语意都会有业的。那它转变成业力，这个业力就会留下来。那这就是我们讲的因果。那业力它留下来，但是让人害怕的地方是什么？让人害怕的地方是业力。如果说你没有很好的去做一些敬业的一些修持的话，或者是你没有悔过或者忏悔的话，它会随着日子增加，它就会与日俱增的。而且呢，业力的其中一个特性呢，就是它会回来的。怎么回来？我们讲因果报应，因果报应就是这样子的意思。你今天你打了人，那你其实已经你犯的这个业呢，你就准备着可能某一天呢，就有人找你报仇了，这样子的一个意思。他讲我们选择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对待人，不管是我们对我们的父母，或者是我们的亲人，或者是朋友，或者是以前我们曾经当时所很深的去喜欢过的一个男人或者女人，那些东西都会过去。但当他们过去过后呢，我们其实很难会去记起，但是我们所做过的行为会留下来，我们也必须去面对和这些行为相对应的业力。那这例子其实大家很容易有联想，比如就比如说，有人曾经伤害过你，或者是你曾经伤害过别人，这样子的一个东西，其实大家都知道，就是说你回想起来，你会记得说，在你小时候，因为你曾经被某某人伤害过，所以直到今天你还是怎么样的？你比如说我们讲见过鬼怕黑，就这样子的一个意思。这些东西它就是留下来，它用什么样的方式留下来？它就是以一个业的方式留下来。我们做的事情会留下来，对方的回应，对方如果对我们所做的行为，或者是对我们的言语有做出一些反应的话呢，他对方也有相应的业，他的业也会留下来，所以这个业就这样子滚动下去。那所以别人对我们不好，如果当时我们觉得深深的受伤了，我们当时觉得愤怒了，这些也是一个业，就是我们对一种行为做出的反应，就是相对应的行为。这些东西也是会留下来的。它留下来结果什么东西呢？留下来结果就是我们将来在遇到同样的事情或类似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特别敏感。那我们就会根据并不属于完全真实的一个情况，就比如说，可能10年前我们做了当时我们还小的时候，我们曾经被人家某一些话伤害过。比如说有些人说，哎，你很胖啊，就这样子的一句话，那当时我们承受不起，我们就受伤了。那10年后呢，其实我们已经很努力的让自己的身体就怎么说呢，就变得很身材很均匀啊，可能就变得很就是整个已经把自己本身照顾得很好了。那但是对这样子的一种评语呢，我们还是高度敏感的。那只要有人讲起，哎，怎么人很肥？你听到的时候很胖的时候啊，你立刻就会敏感，哎，是不是在说我？这种东西就是一种业的一种作用，就是你会对某些东西变得敏感，接受方的回应就是对某些东西变得敏感，而施加的那个方面呢，他可能1次说2次说，结果就很自然的，比如说一个习惯嘲笑别人的人，他将来因为他不断的重复，也就会成为他的第二天性，他很自然的出口就是嘲笑别人。所以记忆是会过去的，经历是会过去的，事情是会过去的，但是所做过的东西，它会以一种业的方式留下来。所以我们讲的这行为是依然会留下来的。那最后的2段再给大家念一念。Even if you do not believe in karma, you can believe in this. The effect of your actions and behavior stay because you reinforce them by allowing the habituations to continue and repeat each time you get away with it. A time will come when all those negative actions and all that bad behavior will catch up with you.
When that happens, and if we do not have the Dharma or a solid psychological background, we will not be able to handle the ultimate consequences of our actions. We may go into depression, do something violent, hurt someone, get revenge, or even commit suicide. 这个呢，它的中文的意思是这样。那如果说你不相信业力，你不相信因果的话，你可以这样子来解读这件事情。当你想要摆脱业力的时候，你不断重复、不断持续，而且你不断重复而持续的这些习性呢，如果不相信业力，你就相信习性，习性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你那些持续而且重复的习性呢，习性将会导致你以同样的举动和行为去对待他人或者事物，所以这其实就等于是不断的在强化他们。当时机成熟的时候，这些所有的一些负面行动和行为，它总是会回来再继续再跟你怎么说呢？再跟你算是在跟你叙旧之类的。那如果没有佛法的话，或者是稳健的心理建设，我们将没有办法去承受那种负面的举动和行为所带来的沉重后果。那有些人呢，可能就因此陷入忧郁啦，可能就开始出现暴力行为啦，就开始去伤害一些人，甚至去报复其他人，甚至是自杀。那我们怎么来解读这几段呢？就是说，他说如果你不相信业力，其实就很多人说，我不是佛教徒，那业力是佛教徒说的，我不相信。那你可以不相信，但是我们就从日常生活中发生那些事情，你也可以用那个角度来解读，就是说，只要你不断的做一件事情，你做过一件事情，你做了之后，它就是有一种。你就对这个行为是熟悉的，那很自然的在第二次做的时候就更简单了，那第三次呢就更自然了，那不再下去呢，它就变成第二天性了。那你会同样的不断去重复到成为一个自然不过的一个动作，所以这等于是一个强化。所以当时机成熟的时候呢，这些东西呢，它就会出现一些后果。那怎么样的后果呢？比如说，就比如说一个人抽烟嘛，那你第一次抽烟可能觉得并不怎么好抽，可能是因为好奇啦，或者是想要耍酷啊，那你就开始抽烟，但是抽了一段时间之后，你就开始对它上瘾了，你开始上瘾了，你就继续抽，那就是一个强化的行为。那尤其是有些人习惯在工作的时候抽烟了，可能在想东西的时候抽烟，他就很自然抽烟，或者有些人习惯跟朋友聊天抽烟，那很自然的想都不想就，你会发现其实有可能有抽烟的人，或者是有什么习惯的人，就是想都不想，很自然的就成为着就是自然的一个反射性动作。那这样子的东西，其实你可能觉得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是日子久了。你不断强化它了，日子久了，你抽了10年、20年了。如果说你的刚好就是说有些人是有这种遗传的，就是比较容易染上肺癌之类的，患上肺癌之类的。那你抽了一段时间，你抽了10年、20年过后，那些你的肺已经受伤了，我们的气管已经受伤了，那怎么样呢？有些人就开始患上肺气肿了。有些人可能就开始患上肺癌了，那就这样子的一个行为呢，就开始有了它的后果。那当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如果说你本身是没有足够的心理建设，或者是你不了解佛法的话，你不相信因果的话，你就会开始埋怨啊，就怎么会是我呢？怎么会是我呢？为什么那个人怎么样又怎么样？为什么不是他而是我呢？那你不愿意接受是自己的行为导致这些后果的话呢，你就会开始忧郁。那有些人就会开始怎么说呢？就会开始去伤害其他人。那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就好像说有一些人他本身他行为比较或者是性行为比较不检之类的，他可能就有很多伴侣啊，那可能就染上艾滋病了。他当时他在这么做的时候，可能只是纯粹的想要找一些娱乐，那但是
当他发现自己已经染上就是成为就是这个 HIV 的一个带菌者的时候，或者是发现自己患上艾滋病的时候，我们讲俗语吧，患上艾滋病的时候，他就开始无法接受，他不愿意去接受这是他自己的行为导致的后果，他反而把这一个所有的苗头呢，所有的愤怒呢，就怎么说呢？就投射，就放在别人身上，那就有这些我们偶尔在社会新闻上会看到的，有些人开始到处拿自己的，就是把针啊砸了自己的血啊，就到处去刺伤别人，想要把自己的自己的病毒传给其他人，或者是有些人呢，就在隐瞒别人的情况下，就跟更多的伴侣有一些这样子的肉体关系，想要把自己的一些病传给别人，所以这就是没有心理建设，我们不了解，不愿意接受业力的一个后果。那在这整章呢，讲的是这个，所以重点就是说，我们无论做些什么东西，即使事情已经过去了，即使记忆都已经不在了，或者是很模糊了，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可以假装它是不存在了，但是你所做过的每件事情其实是被记录在案的，是以一种业的方式被记录下来的。那些业呢，它日久了，它就会转过来，就怎么想，就会回报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讲的这就是因果，所以行为依然会留下，这是这一章讲的一个内容。而且我们要知道，业力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说，如果你没有去净化它的话，你没有去所谓的净化，其实就是我们忏悔，我们发誓不再重犯了，那从此断掉这个行为。那是净化，当然佛教还有另一些做法，我们就不在这里讲。就比如说透过一些修持啊，来净化掉自己的业。如果你没有这样子的一种了解和这样子的一种怎么讲，一种的忏悔性行为，这样子的净业的做法的话，这些东西就会不断的增加。那比如说，如果你从来不曾忏悔过，你曾经去伤害过人，那你将来还是会不断的发生。那发生到某一天呢？那终有一天你遇到一个不好搞的人，那对方呢可能就直接上门来找你算账了，那就是你的我们讲就是报应不爽了，那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意思。那所以要做些什么东西，我们首先要知道种什么得什么，有因必有果。所以这一章主要讲的就是这一个。那我想看看大家现在是有什么问题还是怎么样的。那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其实希望大家能够就是如果能够的话，就留在怎么说呢，在 Facebook 的下面的留言。那可以的话呢，我会帮大家解答一下。那如果大家想要私讯的话，也可以，我能够的话都会尽量的一一回答。那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里为止。那我们做一个回向：如宝珍贵菩提心，未生出者愿生出，已生出之菩提愿，其不退转倍增长。如宝珍贵之空性，未生出者愿生出，已生出之空性宝，其不退转倍增长。愿以此修一切功德，利益所有众生助法弘，显明至尊善慧名称师所示佛法心要诸圣教。唯愿世世不离真上师，唯愿随时享有圣正法，并于地道功德圆满后，迅速证得金刚持果位。愿我趁此善根力，速即成就上师佛，一切众生尽无余，悉令安置施佛地。愿以弘扬宗喀巴法王正法理则记，直系障碍之征兆，一切顺缘悉圆满。我及他人之三世，一子相属二之矣。祈愿善慧名称佛，教法永驻甚增长。愿昼吉祥，夜吉祥，昼夜60恒吉祥，一切事中皆吉祥。唯愿三宝常摄受。至尊上师身受永稳固，妙善法业普及遍十方。上慧教法聚光照三域，众生未尽其醒恒常住。那好的，谢谢大家，这一期的分享就到这里为止。